一條視頻話俾你知，廣東最靈驗嘅10間寺廟，有啲嘢啊，真係你唔得唔信啊！第一，韶關嘅南華寺求智慧解脫請平安，相當之靈驗。那第二咧，潮州嘅開元寺求平安事業學業進步，俾個屋企嘅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佛山嘅南海觀音寺啦，你要求平安啦，求子啊，好叻嘅。第四咧，深圳嘅弘法寺求事業咧順利，家庭和睦，身體健康，非常之靈驗。第五咧，廣州嘅恭候寺始建於三國嘅時期，求婚姻就非常之合適啦。第六咧，廣州嘅鹿茸寺啦，始建於南宋嘅時期，求婚姻咧最出名啦。所以咧，你會見到嗰邊咧好多男男女女喺嗰度求婚姻噶啦。咁啊，第七咧，廣州嘅大佛寺係一件相對比較現代化嘅寺廟，位於廣州嘅北京路，對於求智慧啊、福運啊，非常之叻嘅，嗰度好靈嘅。第八咧，羅雲山嘅延祥古寺求平安啊、消災啊、健康啊，比較靠譜嘅。第九，肇慶嘅龍母祖廟，全國嚟講屬於中國最古老嘅寺廟之一，被稱為廣東嘅許願池，求子呢、求財呢、求婚姻都非常之顯靈嘅，非常之掂水。第十，雲浮嘅國恩寺，乜嘢達摩普賢釋迦牟尼佛，婚姻事平安同埋財運，非常之掂水嘅。你信唔信我就唔知啦，但係我就信啦。所以作為廣東人，你哋會經常去邊一間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，我係老大，多謝你個關注。